TVB 新戀中5女神名單曝光，個個美若天仙。身材，歌唱女神戴祖儀現年29歲蓋，戴祖儀早於2016年修畢英國萊斯特大學法律系，不過回港實習後發現唔適合做律師，因此就轉戰成為街頭藝人，直至2018年獲何哲圖賞識，加盟成為旗下歌手。戴祖儀近年參與唔少劇集，雙棲發展成功，取得不俗人氣。東張女神梁敏巧現年29歲蓋，梁敏巧 Maybe 參加2019年度香港小姐競選後入行，並於2021年開始擔任東張西望蓋外景主持，並憑住姣好身材令唔少網民印象深刻。就連早前蓋話題人物 Babyface 都曾揚言要追到 Maggie 到手。扮夜女神關嘉敏現年30歲蓋，關嘉敏卡文3為5人女子組合邊個蓋隊長，並憑住參與 PiuTV 節目全民造星 III 為人熟知。關嘉敏隨後於2021年簽約 TVB， 並先後參演唔少劇集，不過最令大家印象深刻，就莫過於在福祿壽訓練學院中神級模仿譚輝自蓋表演。愛回家女神葉問32歲葉問 Sophie 2016年參選港姐後入行，並於2017年於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中飾演倒帶女神 Candy 一角成功入屋。葉問更憑住靚樣同極出眾身材獲網民封為 TVB 最索女藝人，係近期愛回家蓋人氣女神之一。愛回家女神李子晴31歲，李子晴Stephanie 2018年參選港姐後入行，並先後於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中飾演到大學學生 Fanny 以及接龍員工另一個備受關注。成功入屋蓋，李子晴亦不時在社交平台大派靚相福利，係網民喜愛蓋新一代女神之一。